除咗指鹿為馬咧，主席，你阿媽呢句嘢咧，我覺得你要真係要解釋清楚。點解你阿媽係粗口？嗱，我覺得咧，你而家今日講咧，我哋係講緊呢個條文。我知，主席，因為講咩係嗱，家下係我發言時間，主席，我覺得你係令到立法會蒙羞，我覺得你個裁決令到立法會蒙羞，我覺得你個裁決令到呢個委員會係蒙羞。我諗你開會都要按照我哋嘅議程。主席，我家係質疑你。主席，我係質疑你。呢個時間係質疑。主席，我係質疑你早2日。過去早幾日嘅裁決。有權㗎喎，主席。議事規則冇話呢個嘅委員會嘅委員發言，就翻主席某啲嘅行為唔可以提出質疑喎。委員會係就翻委員會過去任何嘅討論、任何嘅表現，特別主席某啲嘅行為，我都有權要求委員會討論㗎喎。所以就翻呢個問題，我希望呢，即係立法會法律顧問啊，俾翻個書面嘅解釋我哋。第一，議事規程、議事規則究竟邊一章邊一節有關於粗口呢一個嘅講法？我嘅理解呢，我就好希望所有委員會嘅主席、所有議員呢，都清楚了解議事規則。我希望你珍惜啲開會時間。我而家講緊我嘅時間啊！我而家係質疑緊主席，我而家係質疑緊主席。再講嗰啲主席過去點解唔得啊？主席2天之前一啲嘅裁決。點解唔得啊？你根本係錯誤裁決啊嘛！議事規則咧好清楚。我哋而家唔係傾緊呢樣嘢。我而家係講緊我嘅意見啊，主席。你中意講咩意見？你喺出邊講，唔好點解呢個係委員會嘅事務？你用嗰個你阿媽嗰句嘢趕人出去就得啊？我話你呢個裁決不公、裁決錯誤，點解唔得啊？同樣可以質疑主席某番呢個裁決，係嘛？議事規則好清楚講，議員如果就翻呢個會議上係用一啲非議會嘅語言，主席有權裁決，呢個我認同嘅。你可以認為某啲人個行為或者某一啲人嘅語言並非議會常用嘅語言，而唔係簡單一句咧就用粗口，所以你係錯誤引用議事規則。我要指責，我要指出主席錯誤。議事規程44條，主席在會議規程問題上所作嘅決定為最終決定。唔係用粗口啊嘛，主席。你唔好再喺度同我糾纏呢樣嘢。你睇清楚其他嘅議案啦，你睇清楚其他嘅。我唔再同你去辯論呢樣嘢。所以你係有權。我希望你講翻今日嗰個議題。你係有權，主席。喂，你自己可以解釋，你解釋完就唔俾人講嘢。呢個咩道理啊？你頭先就翻我個質疑，秘書幫你，你自己唔識嘢，秘書幫你揾到個條文，你就喺度解釋，用咗我個時間，而家就唔俾人哋講嘢，你係錯誤引用啊嘛！你有權之餘，你要解釋清楚。講完啦嚇。喂，你話住咗我個時間唔計數㗎？講完啦。講都得。第一輪嘅仲有冇邊位？